继续艺界人生、艺界消息，要来看到导演张明宏过去捌摕到金马奖上新的电影作品《阳光普照》，入围今年金马奖在个大奖。剧情是咧讲一个生活伫咧大都市的家庭，少年线发生悲剧，规家伙仔心情拢改变真大。其中资深的演员关淑琴，也有陈以文，伫咧电影内底扮一对翁仔某，大家拢真够欢喜，互评审学落架，入围这一届金马奖的影帝，也有要来拼影后。 如果要问我的想法，我希望他关到老，关到死。一个看起来真美满的家庭，却因为囡仔囝交到歹朋友，佮甲人扑着伤，规个拢变去。你出来之后，你都没有想要来看看我。 电影《阳光普照》入围今年的金马奖11项大奖，其中扮男主角的吴建豪，佮有扮甲男主角做伙大汉的歹人刘冠廷，两个人一个入围这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，一个入围男配角。在电影内底，佮有几多场戏是做伙扮的。所以那个剧本就是写到你真的很纠结，他一来找你，你没办法不去做这些事情。比如鬼抓人，我是鬼，你是人，我就一起去抓你，就是大家目标都很清楚。 从小到大，大家都喜欢他。少年派查甫演员柯光汉扮男主角的阿兄，在戏内底为着厝内人的愿望做一个关键的任务。那我觉得他的光明面可能太多，然后导致失衡，所以他在寻找自我当中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迷失了。就像他是太阳，他是阿和，那我就是影子。资深的演员关淑琴、陈以文这回扮两个囡仔的父母，受到拍戏的过程，印象上深的是一段。去看儿子的那个，他说他要吃铁蛋，我就噗嗤笑出来，就说你什么时候喜欢吃铁蛋？这个是不是剧本里面的？这是我当下跟吴建和两个人碰撞出来的。他大部分都觉得家里一些麻烦的事，他很习惯的丢在自己的太太身上。对，那我常常在拍戏的时候都觉得啊，他好可怜啊，他在演一个先生这样子对他的一个女人。两个人的演技嘛受到评审的肯定，拢入围这届金马奖的影帝甲影后。电影《阳光普照》是要提过金马奖的导演郑明宏一翕的第5出电影作品，用150分钟的时间，甲一个都市家庭搬给大家看，表现在少年线发生真侪悲剧了后，一家人心内转变。电影还未上演，就已经引起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